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李偉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丁曉峰。我哋等陣即將會前往香港嘅兩間學府，香港大學同埋香港中文大學。我哋而家身處嘅就係太平山頂啦。咁我哋嘅右手邊就係維多利亞港。太平山位於香港島西部，高552米，係香港島嘅最高峰。喺二戰結束之後，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亞洲嘅旅遊城市。太平山山頂可以觀賞到維多利亞港嘅景色，成為香港最重要嘅旅遊景點之一。接落嚟，我哋將會帶住鏡頭行入港大嘅校園，開啟一場關於大學學習生活嘅探訪之旅。很高興今天可以採訪到你。那我想問一下，就是你是從廣州來的嗎？那你是怎麼了解到香港大學？然後你是是通過什麼途徑來進來這所大學呢？你好，我是來自廣州，然後現在是在香港大學讀大一。然後我之前是通過很多個渠道，其實都聽說過港大。港大是一個特別出名、特別有社會影響力、有國際影響力的一所學府。所以之前在其實在學校裡，包括在家庭當中，我們其實經常會聊到高等教育的時候，都會提到港大。然後我是通過 Non-JUPAS IB 的這個申請，然後是順利進入了港大。謝謝你，謝謝。接落嚟，我哋即將會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嘅中醫學院，探究中醫藥嘅奧秘。咁我今日要嚟採訪嘅第一個問題，點解你會揀呢一間大學呢？咁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係住大埔區啦，咁所以距離香港中文大學會比較近啦。咁另外其實我都有好多師兄師姐喺呢間大學啦，咁然後佢都會話呢間大學其實會比較寧靜，即係風景會好好啦，即係好多自然環境啦，因為係座山啊嘛。咁然後都係可以即係好好咁樣享受大學生活啦。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其實係好多支莊啦，即係學會啦，咁係好容易上莊嘅。咁我自己對上莊有興趣，去識朋友係有興趣嘅。咁所以我會相對嚟去選擇香港中文大學咯。然後最後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中醫，因為中文大學嘅中醫會相對比較好啲，所以係咁樣嘅原因。唔該晒。咁通過我哋今日嘅採訪啦，我哋都了解到咗香港兩間頂尖學府學子喺學習嗰陣時嘅心態啦。咁我哋都了解到咗，其實讀書唔單止係一種學術上面嘅傳承，更加係一種文化精神上面嘅傳承。我哋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